Hello，大家好，Simon 啊，今日過到嚟華發商都同你介紹呢邊個租樓，樓上個公寓41平方，租金就2000蚊，而且應各位粉絲嘅要求，仲係短租啊！嗱，業主呢邊俾出嚟嘅要求呢係可以租半年啫，就係得呢套樓啊，因為我哋同業主傾咗好耐，業主呢邊呢就話可以做酒店公寓啊出租啊2000蚊一個月。短租啊，呢種貨呢係非常之開揭嘅，因為短租呢係好少業主願意嘅，因為喺大陸呢邊租樓嘅規則就係1年起租啊，2個月按金，1個月租金啫。但係呢層樓嘅話就比較靈活，係可以短租嘅。如果你唔中意呢種細面積嘅，咁都仲有大面積，有71平方嘅複式2層2個房。租金呢就係3200蚊，全部都係家私家電齊全嘅，直情就拎包入住就得噶啦。嗱，我哋樓下就係成個珠海最大嘅華發商場啊，最大嘅人流量亦係最多嘅。我哋一齊感受下我哋呢個咁靚仔啊咁豪華嘅商場嚟，帶你哋一齊行下商場。嗱，一落街呢就有食嘅、玩嘅、買嘢嘅、飲咖啡。你啲 fans 或者朋友過到嚟，你都唔會失禮啊嘛，因為你一落街就可以同佢食飯飲嘢噶啦。我哋再過嚟呢邊，商都呢邊呢有幾間餐廳都非常之出名嘅，例如話潮汕火鍋店啊，或者日本料理啊。西餐啊之類嘅都非常之出名，你哋都可以過嚟呢邊體驗下。最重要就係呢個位置對好多港澳人士嚟講就係過到嚟珠海第一站，由港珠澳大橋落到嚟華發商都呢，揸車係10分鐘個路程啫，非常之近嘅。對面呢就係北山大園啦，成個珠海嘅網紅打卡點，我相信所有嘅粉絲應該都會去過嗰度打卡，去嗰度玩嘅。嗰邊好多美食嘅。我哋而家就即刻上樓。我哋上到樓上啊，呢個單位面積呢就係41平方一個房啫。講到佢個租金呢就係2200蚊。啱先講咗，佢係可以短租嘅，半年起租。成個商都呢就係得呢層單位可以短租啫，中意嘅朋友嗱聲打電話或者預約時間過嚟睇樓啦。因為呢種貨呢係好少嘅，因為呢邊全部都係1年起租噶嘛，即係我哋好難得同業主傾話可唔可以短租啊，話掂你放又係放，係咪？你不如短租後期我哋再幫你揾客即係租客啦。業主呢邊呢都 OK 因為我哋呢邊成日都幫佢打理呢啲租房嘅比較熟，所以呢業主呢邊就會俾到我哋一個優惠就話可以短租。咁我哋呢個單位呢都係家私家電齊全嘅，即係拎包入住門口入到嚟呢邊就係廚房嚟嘅，係用電嘅電磁爐抽油煙機，包括呢個消毒碗櫃。呢啲即係有嗰啲嘢，你全部都可以使用嘅呢個冰箱包括呢邊洗手間啦都係公室分離嘅睇到未？空間都好大。洗衣機呢就喺入邊嘅即係 OK。麻雀雖細五臟俱全嘅電視梳化床，包括呢邊嘅衣櫃呢邊呢個就係以前個交樓標準嚟嘅定製好喺度噶即係你而家呢直情就係拎包入嚟住就得噶啦簡簡單單喺商都上蓋嘅物業租樓2200蚊就去攞低呢個單位啦。咁有啲 fans 就話：哇，呢個空間細咗啲喎，我想住2房或者有一啲個性嘅話想住複式，冇問題。呢度呢有複式嘅1房同複式嘅2房都有嘅價錢就係3000幾蚊啦到4000蚊區間嘅。如果你想住翻小區呢都冇問題。例如話呢邊啦商都個6期呢邊有89平方嘅2房，120幾平方嘅3房
4房，包括140幾平方嘅都有，租金唔同嚇，即係睇翻你哋個需求，好嘛？咁啊，我而家就帶你去睇翻我哋另一個單位，係複式嘅，跟住我鏡頭去睇啦。咁啊，我哋今日睇嘅呢套單位咧，就係複式啊，面積咧就係71平方啊，2層。咁啊，而家全部都係家私家電齊晒啦。咁而家業主開價即係租金咧就係3200蚊。嗱，你睇到啊，冰箱啊、廚房啊嗰啲全部齊晒嘅，包括嗱呢個電視都喺度嘅。啊，咁啊睇翻我哋華發新城6期，即係小區呢邊。入邊咧就係小洋房高層啊，呢邊咧就係雙刀嚇。咁啊，而家呢邊咧就係雙刀上邊嘅公寓。咁你如果要入邊，即係要靜啲嘅，面積大啲嘅3房4房咧，都可以揀翻入邊嘅。不過入邊個租金就會貴啦。咁啊，都係4000蚊打報嘅嚇，5000、6000、7000都有嘅。包括你要河景啊，我要知紅小灣啊，要睇河景嘅，咁都有。因為我上幾次都介紹過。中信紅小灣、鹿景呢邊嘅租樓嘅租房二手全部都有，包括你想置別墅一樣同你揾到。咁我哋而家就上樓上睇下我哋樓上2個臥室。嗱，跟住我鏡頭過嚟，2樓呢邊，哇，非常之享受喎，大佬。嗱，睇到未？直情就攞一個房嚟改成一個浴缸啊！嗱，呢邊就係乾濕翻嚟嘅。呢個洗手間啊、馬桶啊、浴室，其實呢個單位咧有一啲戶型咧係2個房，有啲戶型咧就係1個房啊，一個超大嘅浴室啊，呢個係享受型嘅。嗱，價位就係3200蚊一個月啊。咁啊，中意個 fans 咧講出你個需求，我即刻同你揾樓啊，1房、2房、3房、4房全部都有賣嘅嚇。咁啊，有興趣嘅朋友打我電話啦。今期節目係咁先，拜拜。